真福气的阿嬷要甲大家请安问好，大家好。今日欢喜学台语，要来介绍14篇的洗菜市仔。济济少年家啊，拢讲因去菜市仔要买菜，拢用比的，要买这，要买迄，拢毋知影菜名，阁毋知影行情。俗语咧讲，食一回学一回，真正有影。这少年家啊，阿姨，你带阮来菜市仔学买菜好无？好，咱利用假日，今日来菜市仔头，踅到菜市仔尾，咱为巷仔底入来，看到一担一担一间一间的菜价啊，拢卖无共款的。少年的，你要买啥呢？一个小姐出来讲：来哦来哦，人客啊，阮兜的菜上济，阁上水哦。一个少年的，就甲迄个小姐问讲：高丽菜一粒偌济？小姐讲：这是种咧高山的高丽菜，特别较好食。这爱用称的，一斤80箍。一粒高丽菜120箍，阁有较俗的平地种的高丽菜，一粒30箍，2粒60箍，算50箍。即几项拢是60箍，算50箍。有白菜头2条，嘛50箍；骨头菜嘛2条，算50箍。刷落来，咱要来买番薯叶啊，一把20箍；汤丝仔菜一把20箍；白凉仔菜一把20箍。这3把嘛算60箍，拢总算50箍。刷落来，要来买小黄瓜、瓜仔年，搁大肠啊，有3种色，有金黄色的，有红的，有青，搁有红菜头、菱仁。阁有欠芳的香菜、芫荽、葱啊。小姐啊，因今日咧学买菜，即2项欠芳的送因好无？好啦。人讲食鱼食肉嘛爱配菜价，咱菜价拢买有啊。咱即摆要阁来洗鱼仔架啊吼，要来鱼仔担买。这鲑鱼一袋偌济？老板，这袋鲑鱼称起来120箍。这白鲳一尾称起来150箍，拢总270。我特别算在少年的250。过来隔壁肉店买肉丝肉50，买排骨1斤160，拢总210。少年的甲这个老板出价，老板讲这是台湾猪仔呢，这不法度。加加优待你10箍，就足好诶啊啦，算200啦。这少年家啊，买甲足欢喜诶，买甲喙笑目笑。有鱼肉，嘛有菜甲，真青草啊啦！甲大家说多声落力。